好多中年女人嘅崩潰，從來都唔係轟轟烈烈、大哭大鬧，而係長年累月靜靜雞雞嘅內耗。外人眼中，你有家有室，兒女乖巧，長輩健在，生活安穩，看似萬事順遂，福氣滿溢，冇任何值得煩憂、委屈、執拗嘅事。殊不知，真正磨盡你溫柔、耗空你心力、壓垮你心碎嘅，從來唔係返工嘅壓力、生活嘅瑣碎、日子嘅艱辛，而係屋企入面最隱形、最難解、最無處訴苦嘅僵局。呢種痛苦好特別，冇人犯錯，冇人惡意，冇人全心針對，所有人都話為咗孩子好，為咗個家好，偏偏就係呢一份份滿載善意嘅愛，互相碰撞，互相拉扯，互相消耗，令你夾喺兩代之間，進退兩難，有口難言，獨自硬撐。呢個困住無數中年婦女嘅無形死結，正正就係家家都有、人人難逃嘅隔代臭娃衝突。人到中年，好多女人嘅疲累，從來唔係來自返工嘅辛勞、家務嘅繁瑣、生活嘅壓迫，而係藏喺最親嘅家人之間，一場日日上演、無休無止、剪不斷、理還亂嘅隔代教養矛盾。明明大家嘅出發點都係愛孩子、疼後輩、想屋企安穩，偏偏日日因為臭娃方式、教育理念、養育細節爭拗不斷、內耗不停。新媽媽執着科學、育兒、規矩、教養、自律、成長，長輩堅持舊式湊仔，寵溺縱容，順其自然。你講分寸、講規矩、講自律，長輩講疼惜、講體諒、講開心。你覺得溺愛會害咗細路，長輩覺得嚴格會委屈咗孫。日積月累，原本溫暖嘅家庭變成處處對立、時時拉扯、日日爭辯嘅戰場，令無數中年女人夾喺中間，左右為難，有苦難言，心力交瘁。呢種隔代教養嘅衝突，係絕大多數有長輩幫手湊娃嘅家庭必然會遇到嘅難關，亦係中年婦女最難化解嘅情緒內耗。好多人將矛盾簡單歸咎於長輩太固執、太溺愛、太唔講道理，又或者覺得自己太敏感、太執着、太過較真。其實走過半生，看盡無數家庭嘅真實狀況，先至徹底明白呢場爭拗從來冇絕對嘅對錯，只係兩代人活喺唔同時代，擁有唔同閱歷，承載唔同童年，秉持唔同人生觀嘅必然碰撞。兩代人都真心愛住同一個孩子，只係愛嘅方式唔一樣，教嘅理念唔一樣，疼嘅分寸唔一樣，最後先會變成一家人嘅互相消耗，彼此委屈。上一代嘅長輩大半輩子活喺物質匱乏、生活艱難、奔波勞碌嘅歲月，佢哋細個嘅時候缺衣少食，無人寵愛，從未享受過無憂無慮嘅童年。細路能夠平安長大，飽食暖衣，健康無病，就已經係最大嘅福氣。所以佢哋嘅育兒觀好簡單，好樸素，孩子開心最緊要，健康最緊要，無憂最緊要。佢哋眼中嘅愛就係盡量滿足，盡量遷就，盡量寵愛，盡量包容，唔想後輩再受自己當年嘅苦，唔想細路有半點委屈，唔想童年有絲毫遺憾。喺長輩嘅認知入面，所謂嘅規矩、自律、節制、嚴教，都係太過苛刻、太過冰冷、太過無情。細路仔本來就該天真爛漫，隨性長大，無拘無束，何必小小年紀就被規矩束縛，被要求綁定，被標準約束？所以佢哋會無底線寵孫，俾細路食零食，縱細路瞓懶覺，遷就細路嘅壞脾氣，包庇細路嘅錯行為。媽媽管教嘅時候，長輩第一時間出手護住，動不動就一句佢仲係細路，使乜咁認真？大個自然會懂事。
呢份看似無條件嘅疼惜，其實係長輩對自己童年嘅補償，對後輩最純粹嘅善意，只係放喺今時今日嘅育兒環境入面，偏偏變成咗阻礙孩子成長嘅溺愛。而身為中年媽媽嘅我哋，成長喺觀念迭代、競爭激烈、資訊發達嘅年代，見過太多因為從小缺乏管教、過度被寵愛、沒有規矩底線嘅孩子，長大之後任性、自私、毫無自律、不懂感恩，難以立足社會。我哋深知而家嘅社會早已唔係長大就懂事嘅年代。孩子嘅心性、習慣、素養、三觀，全部都係細細個養成。童年嘅溺愛、縱容、放任，只會換來成年之後嘅無能、任性、脆弱。所以我哋執着科學育兒，堅持立規矩、講分寸、重自律、懂感恩，希望孩子養成良好習慣、健全人格、正向三觀，未來可以獨立自信、穩妥立身。兩代人嘅初心都無錯，可惜時代唔同、眼界唔同、格局唔同、認知唔同，最終導致最親嘅一家人日日為咗孩子嘅小事爭拗不休。你教孩子唔可以挑食，長輩追住餵飯亂塞零食；你教孩子要準時作息，遠離電子產品，長輩日日陪住睇電視玩手機。你教孩子要懂禮貌、知分寸、認錯改過，長輩處處包庇、事事縱容、處處護短。你講規矩、講原則、講長遠，長輩講當下、講開心、講眼前。最令中年女人委屈嘅，從來唔係觀念唔同，而係夾喺中間嘅無力與孤獨。自己用心用力，步步謹慎養育孩子，費盡心思，想要幫孩子養成好習慣，塑造好人格，偏偏長輩一句隨便，一次縱容，一回包庇，就將自己多日嘅努力全部清零。更令人心酸嘅係，好多時候爭拗過後，自己仲會被冠上太嚴苛、太刻薄、太不近人情、不懂疼細路嘅罪名。連伴侶都未必理解自己嘅堅持，只會勸一句：老人家就係咁，你唔好咁多事，忍下就過。無人看見你嘅用心，無人體諒你嘅軟累，無人明白你嘅焦慮。所有嘅堅持都變成小題大做，所有嘅認真都變成無理取鬧。日積月累，呢種家庭內耗會慢慢磨盡一個女人嘅溫柔，耗盡一個女人嘅熱情，壓垮一個女人嘅心境。原本溫和通透嘅人會變得易怒、焦慮、敏感、心累。原本和睦溫暖嘅家庭會變得處處芥蒂，時時尷尬，暗藏矛盾。好多中年夫妻嘅爭吵、婆媳嘅隔閡、家人嘅疏遠，根源都係呢場看似細微，實則傷人嘅隔代教養衝突。其實人到中年，歷盡家庭瑣事，看透人情冷暖，先至慢慢醒悟，化解隔代臭蛙矛盾嘅關鍵，從來唔係說服長輩，唔係改變長輩，唔係爭輸贏，唔係辯對錯，而係中年女人自己嘅心境轉變，分寸拿捏，智慧取捨。我哋一生都想改變身邊人嘅觀念，糾正身邊人嘅做法，最後先發現成年人嘅世界最難嘅就係改變他人嘅認知，尤其是年長嘅長輩，老人家幾十年嘅人生閱歷，根深蒂固嘅思維模式，自幼形成嘅育兒習慣，絕對唔可能因為我哋幾句說話、幾次爭辯就徹底改變。你越係激烈反對，越係強行糾正，越係執着對錯，長輩越會覺得你唔孝、你唔懂事、你否定佢哋嘅付出，越會本能反抗、堅持己見、處處對立，最後矛盾越演越烈，關係愈來愈僵，內耗愈來愈重。與其耗盡心神去改變無法改變嘅舊觀念，不如學會換一種方式相處，換一種心態看待，
換一種分寸經營，首先要學會嘅係接納兩代人嘅差異，放下所有人都要同自己一樣嘅執念。我哋一定要清醒認知，長輩願意幫手湊娃、分擔壓力、打理家務，本身就係最大嘅情分、最大嘅體諒、最大嘅幫襯。今時今日，好多長輩完全可以選擇享清福，唔理晚輩家事，唔插手孫輩教養，自在過自己嘅晚年，無需日日勞累，時時操心，事事費神。佢哋願意犧牲自己嘅休閒時間，耗費自己嘅心神體力，幫我哋撐起頭家，分擔育兒重擔。呢份付出本身就值得感恩。世上從來冇免費嘅幫忙，亦冇完美嘅湊娃。有人幫你分擔辛勞，就必然會伴隨觀念嘅差異、做法嘅唔同、細節嘅出入。你想要長輩無私付出、免費幫忙，又想要長輩完全按照你嘅現代育兒理念，100%配合你嘅所有要求，毫無偏差執行你嘅標準，本身就係一種過度嘅貪心、不切實際嘅執念。接受幫忙就要一併接受差異，享受體諒就要一併接受不完美，得到分擔就要一併接受觀念嘅衝突。呢個係家庭相處最真實、最通透嘅規律。其次，要學會拿捏分寸，分清大事原則同小事包容。中年女人之所以日日心累，好多時候係太過事事較真，處處完美主義。無論大事小事，原則細節都要盡善盡美，絕對統一。少少出入就焦慮不安，次次唔同就執着爭拗。其實隔代教養最頂級嘅智慧就係擇大放小，守住底線，包容細節，涉及孩子品行、三觀、安全、自律、禮貌、做人底線嘅大事，絕對唔可以讓步，唔可以妥協，唔可以放任。例如孩子撒謊、任性打人、無禮霸道、隨意發脾氣、不懂感恩、沉迷電子產品、荒廢作息，呢啲影響一生人格嘅問題，一定要堅持原則、清晰立場、溫柔而堅定地管教，唔會因為長輩嘅包庇、縱容、反對而退讓。而對於食多啲零食、瞓遲少少、穿多件衫、偶爾縱容懶惰、日常細節嘅鬆散，呢啲無關原則、無傷大雅、唔影響心性人格嘅小事，大可體淡、包容、隨緣，唔計較，不必事事指責、次次糾正、時時爭拗。畢竟長輩湊娃本就勞累，偶爾嘅寵愛、短暫嘅放縱，只係老人家表達愛嘅方式，亦係孩子童年少少嘅甜，不必過度較真、過度敏感、過度緊張。分清輕重，拿捏分寸之後，先可以擺脫無謂嘅內耗，唔會再為瑣碎小事日日爭吵、處處對立。保留原則底線，包容日常細節，先係兩代人舒服相處、和睦共存嘅最佳模式。與此同時，中年女人一定要學會柔性溝通、換位思考、溫柔引導，唔好硬碰硬，唔好講大道理，唔好直接否定長輩。老人家年紀漸大，最需要嘅係尊重、係認可、係體諒、係肯定。最抗拒嘅係否定、係指責、係對立、係說教。好多時候，我哋明明係為孩子好、為家庭好，偏偏講說話太硬、態度太強、語氣太急，開口就否定長輩嘅做法，質疑長輩嘅用心，批判長輩嘅觀念。老人家本能就會抗拒、反駁、堅持己見，哪怕知道自己有錯，都唔願意認輸，唔願意改變。與長輩溝通育兒問題，最忌講道理、爭對錯、駁觀點，最有效嘅係講感受、講孩子變化、講長遠影響，多讚美，少挑剔。日常多肯定長輩嘅付出，多感謝長輩嘅勞累，多認可長輩嘅疼惜，先慢慢溫柔提醒，
柔性引導，可以多同長輩分享科學育兒嘅細節，多講正面案例，多講孩子自律懂事之後嘅好處，用溫和嘅態度替代指責，用體諒嘅心態替代對立，用潛移默化替代強行糾正。當你態度柔軟，心存感恩，懂得尊重，長輩先會願意聽你講，願意接受新觀念，願意慢慢調整自己嘅做法。硬碰硬只會製造矛盾，加深隔閡，激化對立。溫柔體諒先可以化解芥蒂，拉近距離，慢慢磨合。家庭相處從來唔係比邊個道理多，邊個觀念新，邊個講得啱，而係比邊個更懂得包容，更懂得體諒，更懂得珍惜。更重要嘅一點係，中年女人要學會拿回育兒主導權，減少依賴，主動擔當，親力親為。好多隔代矛盾嘅根源，其實係我哋自身嘅無力。想要長輩幫忙分擔勞累，又想要完全掌控育兒細節，想要輕鬆自在，免於奔波，又唔願意接受隔代教養嘅瑕疵。世間萬事從來得失相對，好壞相依，冇有兩全其美、盡善盡美嘅選擇。日間返工忙碌，無暇顧及孩子，依賴長輩照顧起居、打理日常。夜晚返屋企，閒暇休息日就要主動接手，親自陪伴，全權管教。日間長輩負責溫飽起居、日常照料，難免會有寵愛縱容、細節鬆散。夜晚同假期，媽媽就要及時糾正，好好引導，立好規矩，養好習慣。只要媽媽能夠親力親為，堅持原則，長期引導，日間短暫嘅溺愛同放縱，根本唔會動搖孩子嘅成長根基。最怕嘅係自己從不陪伴，從不操心，從不管教，全日依賴長輩湊娃，事後又處處挑剔，次次指責，日日不滿，否定長輩所有付出，質疑長輩所有做法。呢種心態先係家庭矛盾最大嘅源頭。做人最緊要自知自律，知恩圖報。享受咗長輩嘅幫襯，就要包容適度嘅不足。想要完美嘅育兒效果，就要自己承擔對應嘅辛勞。人到中年，終於明白，家庭和睦從來唔係所有人觀念一致、做法相同、毫無分歧，而係大家彼此體諒，互相包容，各盡其責，彼此成全。長輩有長輩嘅年代局限，有年紀嘅固執，有付出嘅辛苦；晚輩有晚輩嘅時代視野，有育兒嘅堅持，有軟累嘅焦慮。兩代人冇人全心做錯，冇人想要破壞家庭，冇人想要耽誤孩子，只係愛嘅方式唔一樣，思考嘅角度唔一樣，看待問題嘅層次唔一樣。放下對完美育兒嘅執念，放下對他人改變嘅期待，放下事事較真嘅心態，先可以真正擺脫隔代矛盾嘅內耗。唔好再因為長輩嘅舊式做法耿耿於懷，唔好再因為觀念差異日日爭拗，唔好再因為細節出入心生芥蒂。一家人能夠和睦相伴，彼此扶持，平安順遂，孩子健康成長，就已經係最大嘅福氣。身為中年女人，我哋要慢慢修煉一顆通透溫柔、從容淡定嘅心，對長輩多一份感恩，少一份挑剔；多一份尊重，少一份否定；多一份體諒，少一份爭執。感恩佢哋年老迎勞，無私付出，幫我哋撐起家庭，減輕負擔；體諒佢哋年代局限，觀念陳舊，愛得笨拙，做得樸素。對孩子多一份耐心，少一份焦慮；多一份陪伴，少一份苛求；多一份引導，少一份嚴苛。慢慢懂得隔代教養嘅矛盾，其實都係歲月嘅磨合，家庭嘅修行，自我嘅成長。呢場矛盾磨練嘅係我哋嘅心性，沉澱嘅係我哋嘅格局，成就嘅係和睦嘅家庭。
當你學會放下執念，拿捏分寸，溫柔處事，包容差異，你會發現曾經困擾你多年嘅爭拗、內耗、委屈都會慢慢消散，家庭會越來越溫暖，相處會越來越舒服，日子會越來越順遂。世間所有家庭嘅和睦，從來唔係沒有矛盾，而係懂得包容；從來唔係沒有分歧，而係懂得體諒；從來唔係完美無瑕，而係懂得珍惜。願每一個甲喺隔代矛盾之中默默承受委屈與焦慮嘅中年女人，都可以早日睇透呢層真相，放下爭拗，放下內耗，放下執念，以柔軟嘅心態化解家庭紛爭，以通透嘅格局包容兩代差異，以堅定嘅底線守護孩子成長，